我喺深水埗荔枝角住咗30幾年啦，一直想將全屋翻新訂做，今日全部搞掂晒啊！順便同大家分享下，我認為實用嘅家私有邊啲啦。首先呢，係我屋企入門嘅位置，我做咗個窿窿板，我自己係習慣出門口嗰時掛衫或者掛包包，咁樣呢就方便好多啦。啲衫唔會亂咁掟啊嘛，大家嘅門口呢可以參考下呢個設計嘅。跟住就係我最中意嘅餐邊櫃啦，因為我最愛嘅酒水喺晒度，中空位置呢實用性好高噶，出入啲鎖匙啦、擺件啦都可以擺喺呢度。總之對我嚟講呢就好方便啦。燈帶係設計師建議我做嘅，不過確實呢加咗燈帶之後氛圍感多咗好多啊。櫃體嘅收納呢又夠晒充足喎，放屋企啲生活用品呢又完全夠晒。酒櫃我建議大家用玻璃門咯，因為好睇啲，方便攞走嘛最主要。跟住就係客廳嘅電視櫃啦。原本我自己喺度諗背景白牆就好啦，咁設計師話呢用火岩板做背景牆，整體會高級唔少嘅。仲有加做咗燈帶點綴呢，輕車嘅感覺呢就出晒嚟啦。下櫃做咗3個拉櫃做收納，展示櫃呢係用咗玻璃門嘅，同其他設計有翻個統一啊嘛。而且屋企有好多茶葉需要擺，咁一格格呢就可以做收納，唔使單獨買收納盒嘛。咁入嚟我囡囡間房俾大家睇下啦，設計呢就相對簡單啲，一個到頂櫃連書台，為咗方便佢溫書學習。開放格嘅位置呢就俾小朋友擺放自己中意嘅物品啦。床我係用咗油壓床嘅，咁啲被鋪啊、床褥啊都夠晒擺。比較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利用咗飄窗呢個位置，為我女做咗個衣櫃啦，保留翻窗口位，又增加咗呢個實用嘅。我囡囡自己都好中意噶。最後係主人房，我自己間房呢都係油壓床嚟嘅，為咗上落床比較方便，我特登就設計咗2級地台，隔籬係一個梳妝台。我平時化妝呢喺呢個位置我都覺得好啱，真係好就手咯。門口左右兩邊做咗2個到頂櫃，我自己啲衫都啱好夠擺。最後就係廚房啦，一眼睇晒一字排開嘅櫥櫃。有樣嘢需要同大家建議下嘅，就係收納一定要夠大夠充足，因為我覺得廚房用唔得耐，永遠都唔夠位擺嘅。有得揀呢就盡量做闊啲。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如果想知道我揾邊間公司呢，可以同大家講嘅，叫冠品。有需要嘅你哋可以問下佢哋啦。